在这个大自然当中啊，我们真的心情很愉快。我们看到这群人就知道，旁边还有一个美女，嗨，祷告手。在这个大自然里面，我们真的看到这位上帝是这么的美好，所以我们要活出神的美好，因为上帝所创造的世界万物，他第一创造完一定说什么？哇，看为是美好的。创造这个人的时候，特别会说什么？甚好哦，哈！所以我们一定要活出那个美好跟甚好哦。我们好不好来分享一件事？今天在你的生活中，你怎么去经历那个美好的呢？我们可以加入那美好，没有问题，一起加入，看到哪里美好，哪里就加入，好吗？很感谢，我们可以美好的加入。那带导的事情，你会发现说，为什么人家都这么美好？好像唯独只有一位不美好，没有牵手吗？没有，是我们确实都是美好的哦。如果遇到一点点不美好，没关系，我们可以带到上帝的面前。那不美好的，在美好的神面前一定会变美好。所以把你的带导事情放到那神的手中哦。我们的家庭也一样，好不好？一起来分享一个很美好的经验，是共同的经验，美好的经验。我们会发现不怎么美好，对不对？再喊一次，预备，来！耶！美好总是可以再来一次啊！好。